本人計劃寫非洲女孩未來故事的原作版。1000公升眼淚，香港跨性別未來故事未完結版。加油！1000公升眼淚。這個故事發生在香港1980年，當時有一個出生患有性別不安的十分可憐的貧窮單身家庭的華僑孩子，他一出世母親過身，所以無母親照顧他，他只有貧窮的爺爺嫲嫲照顧他。在他幾歲時的心理狀況已確定自己是女性，但是他擁有男性的生殖器官。當時的香港是沒有可治療性別不安和性器官畸形的香港性別認同診所公立醫院，所以他一直沒有治療性別不安疾病的機會。在他小時候，他的爸爸一直以為他是男孩。在他長大到15歲時候，因為家境貧窮，他的爸爸離開香港。他的爸爸離開香港時，要求他出來獨立在社會生活，和長大後在香港照顧養大他的爺爺嫲嫲。就算他有性別不安，他也沒有錢看醫生。他迫於無奈，都要在他15歲時自己照顧自己，找尋工作和努力上學。他只堅強地生存至他長大後，照顧養大他的年老帶病的爺爺嫲嫲，直至他的爺爺嫲嫲過身。他不斷尋求治療他的疾病，因為他治療性別不安的過程中，他是一個擁有性別不安和畸形男性性器官的英國華僑，當中受到不少身邊的人歧視和找尋工作困難。他不斷想辦法揾錢，治療他的性別不安和畸形性器官的疾病。憑着他的努力，直至到他36歲時，他的確揾到一些金錢，去香港私家醫生治療他的疾病。因為他的努力和香港私家醫生專業判斷，香港專業醫生給他的醫療報告，他終於在2018年，在他38歲擁有英國女性護照。這時是他第一次擁有女性身份，和他第一次的喜歡的香港男性表白示愛。在這時，香港的男性也因為他的性別不安和性器官畸形的關係，拒絕他的示愛，他只好接受。好景不常，因為他的資金不夠，他只能暫停香港私家醫生的治療。跟住幾年後，英國也不承認英國跨性別女性是女性，他十分悲哀。在命運之神的祝福之下，香港終於成立第一間香港性別認同診所公立醫院。因為這間香港性別認同診所公立醫院剛剛成立的關係，在這時這應診人數眾多，他根本就沒有做性別重置手術的機會，所以這時他只好帶着性別不安疾病和畸形性器官和男性身份證繼續生活。當時他不斷承受歧視，眾人叫他不要浪費香港公立醫療資源，叫他放棄找尋香港公立醫院治療，直接同他講：你要改變你的思想，你有男性性器官係天生，上天安排，男永遠是男，唔好浪費社會資源。唔好扮可憐。跟住這女孩的心唔相信和接受眾人的說話，這是上天命運的安排，因為她的貧窮關係和用盡晒她所有資金辦理英國女性護照，因為英國不承認英國跨性別女性是女性，她只好帶着畸形男性性器官生活。他不斷要求當時的香港唯一一間香港性別認同診所公立醫院幫他做性別重置手術治療，
當時香港唯一一個能夠做性別重置手術的醫生，見他十分可憐之下，只好應承他的要求。當時這醫生和他說，要求他要等候2年時間先可以幫他做性別重置手術，他也答應這要求等候2年的承諾。因為香港市民知道他要求，香港唯一一間公立醫院要在他42歲時幫助他做性別重置手術，會動用一筆可觀社會資金。在這時他不斷受滋擾，期間遭到當中社會男性感情詐騙和性侵和非禮。這時他也向香港警方表白他受男性滋擾和性侵和非禮，警方只好和他說記錄在案調查。當時香港的其中一個香港男子見他十分可憐和喜歡他，這男子承諾如果他嫁給這男子，這香港男子就會幫他去泰國做性別重置手術，他就會擁有香港女性身份，到時他就可以正常女性生活。點知這香港男仔的父母因為他性器官畸形的關係，反對這段婚姻而結束這段感情。這時他也帶着失望和失戀的心情，繼續等待醫院承諾他2年幫他做性別重置手術。到了他42歲時，這時他帶着一個喜悅的心情走去這間醫院，和十分期待他的醫生兌現他的承諾。好景不常，這時他的醫生和他說，因為香港跨性別人士輪候性別重置手術眾多，香港只有唯一一間性別認同診所醫院，現時病人眾多和現時是非典型肺炎疫情時期，所以現在醫院沒有資源幫助他做性別重置手術。當時醫生要求他等待多5-6年先可以兌現他的承諾。當時他的精神立即崩潰和失望，在這時他只好帶着和失望和悲哀心情回家休息等待。他也只好帶着畸形男性性器官繼續困難生活，也繼續受到不同的身邊的人歧視和不同的詐騙和非禮性侵。這時他一些好朋友竟然和一些香港人一樣歧視他，直接同他講，你要改變你的思想，你有男性性器官係天生，上天安排，男永遠是男，唔好浪費社會資源。這時他聽到這番說話十分傷心，他只好和當時的醫院病人聯絡主任申訴。當時這醫院病人聯絡主任聆聽他的心聲和表示醫院資源有限，現在真係無辦法幫助他和其他跨性別病人的性別重置手術，和被社會歧視他們，只好記錄在醫院記錄上。病人聯絡主任也無法改變的其他人歧視他們的心態。他只好帶着失望和悲哀的心情在 Facebook 上和香港特首說，他如果臨死一刻都無法完成治療性別重置手術，正常做女人的心願，他一定有遺憾。跟住他只好無奈接受現實和堅強永不放棄的心，回家等待，勇敢生存，尋找所愛。